最近教育部有做新的台湾台语输入法，要台文所的研究生设一个会当练习拍台语文的网站，听好根据民众拍字的正确率也个速度来拍分数，知影家己敢有进步。即卖也开放予民众来投稿文章，予大家练习。哦，兄弟啊，咱进前应该无实在啦。吼，规工的，即几句相信真侪人拢会想到长头海提的网络影片，真也真做民众会当拍台文练习的文本咯。台文所的硕士生陈建中有设一个台语文拍字练习的网站，希望予当地学写台语文的民众提供练习的平台。两篇是即马课文有收的文章啦，一篇是陈鸿辉老师的甲医鸟啊有关系的文章。另外一篇是迄个林嘉怡老师食盐水皮蛋披萨的文章。另外佫嘛有最近真正穿迄个台语文小姐伊的迄个新诗夜诗。陈建中表示，像咱学英文拍字有真侪假诗通练习，不过台语文真欠缺，伊就用 AI 来设计这个网站，结合教育部台语常用词典的例句，甲侪台语文有判授权文章，互民众练习了，佫通根据正确率速度来拍分数。有国家研究员嘛，甲家己的文章投稿起哩，也肯定有一款网站，嘛较通知影家己有进步无。有一篇是迄个盐水皮蛋低火锅披萨，这篇文章嘛有互一间这个教科书的出版社选去做国中的台语文的课文。因为这个内容就是有真侪台语词啊嘛，不哩啊新鲜个趣味啊，有这个数字了后吼，你的拍字的这个速度就变做一个真实际的数字嘛，会使甲你家己比，甚至你家己嘛会使甲朋友比。开发者陈建中表示，目前有开放民众投稿文章，另外为着无共人的需求，这个台语文拍字练习的网站，要练习教育部的台语、白话字，还是汉语南咧写拢会使，嘛通注定想要练习的文章。陈建中希望予民众嘴讲白母话，唱拍台语文，愈写愈进步。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